魏夫人，不要搞错了魏。魏夫人，芈月，这么冷的天，魏夫人一直站在这里，何苦要自己与自己过不去？天寒地冻，并不打紧。八子若是不嫌弃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们先回会院，去把魏良人要的绣花样子给找出来。是。魏夫人，不要搞错了位分，怎么给我一个八子行此大礼？魏延苟延残喘，望八子能给我一条活路。宫中之事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，岂是我一个小小的八子能够左右的？八子虽是宫中新人，却有挪移乾坤的本领。我魏延虽得罪过人，但能恨死我的，你该是第一人。我当然恨你。倘若你是我，必定一样。告辞。如果我说一群人伏击往后车队的事与我无干，你可相信？我信。你信？我曾经以为是你，我恨你入骨，我甚至为了报仇才贸然进宫。你下毒、挑拨、诬陷，设计害我骨肉兄弟，你所作所为毒辣阴损，却没有拖出一个后宫妇人的心计手段。收买义渠，动用大军，置整个宋驾车队于死地，破坏秦楚联姻，挑起征战。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气魄，你要的是后宫的地位，儿子的太子之位。若秦国陷于内乱，四分五裂，对你来讲也是一损俱损。你只看得到眼前，却不擅长舍近求远。所以收买义渠人，该是他人的谋略，而你只是魏国棋盘上一颗小小棋子。每一个出嫁女，不都是母国的一颗棋子吗？那要看自己是否愿意了。无论怎么说，魏国的这盘棋是输了。魏长史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替你还了债，大王看在公子华的份上，保全了你该有的，其余的你不该奢望。反过头想想，眼下的这一切，何曾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欲过多而受到的报应呢？这么说，你仍然不肯放过我？我从未有意为难过你，从何谈起放不放过？对不起，魏夫人，就此别过。岁数大了，真是受不了这倒春寒呐！一日下来，这浑身的骨节都是疼的。哎，使点劲儿。哦，这宫里的琐碎杂物，师傅您用不着事必躬亲的，让孩儿们去做就好了。你们能让我放心吗？不是手笨眼拙，就是脑筋糊涂。万一有个闪失出了差错，大王怪罪下来，看谁去顶罪。大监，冰香殿的彩屏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魏夫人眼下是墙倒众人推，师傅您犯不上跟他纠缠，让他走吧。是。等等，宫里的风雨，你们才见过多少？让他进来。是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大监，什么事儿啊？
这是魏夫人孝敬大监的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魏夫人说，受大监关照多年，这颗明珠只是略表心意。回去告诉你们夫人，夫人和我都是大王的人，侍奉大王，让大王高兴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既然我们都是大王的人，这互相照应也是应该的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不收吧，又怕你们夫人多心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夫人还希望大监有机会在大王面前替公子华和魏夫人多美言几句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夫人好自为之，用不着我美言，大王心中肯定有数。魏王用尽手段，令公孙衍弃秦就魏，大王心中一直闷闷不乐。最近听说公孙衍正在四处游说诸国，想联手伐秦，真是恩将仇报，让大王恨不得立即出兵讨伐。夫人，母亲说什么了？那大监收了明珠之后，说天色已晚，要休息了。他收了东西，不该如此。你爸从进门到出门，他说的每个字都说来给我听听。他说，夫人和他都是大王的人，伺候好大王，让大王高兴是本分，彼此关照应当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不对，一定还有。他还说，他还说大王因公孙衍挂印出走，恨不得马上征讨魏国。奴婢只记得这些了。夫人，大监是说，大王有意攻打魏国。那话大约就是这样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你这个野人！夫人，樊朝使来了。见过魏夫人。樊长使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姐姐该知道我一直在病着。是啊，是我们牵连了你。谁让你也是魏国的应女呢？夫人，我尽管病着，可是心里也还是惦记着姐姐的。那真是难为你了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又是笔又是墨的。我在给大王上奏折。上奏折？可是大王连你的写书都不看，他怎么会？这封奏折，大王会看的。魏王十恶不赦，屡屡与我大秦为敌。臣妾恳请大王即刻出兵，征讨魏国。你看，我愿意公子华阵前为将，当征讨先锋。夫人，你要公子华去征讨魏国？是啊，你这是……夫人，
魏国可是夫人和我的母国呀。让自己的孩儿去征讨自己的母国，想必你是以为我疯了。但这是大王愿意看到的我的诚意。真正的血书不用割破手指头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血，都是血。